各位亲爱的兄弟，大家平安。咱今仔日读经节伫马太福音第9章，伫接续9月份的中间会将第9章拢总做4讲，包括今仔日的拢总讲了。所以请咱转去，唔通只有干那看今仔日的经节第1节到第8节，接续爱将第9章拢总读好完。后壁佫有讲到救者，后壁佫有讲到新者去医病的一寡耶稣所行的新者。伫即个中间，咱看到一个真特别的故事，这是咱伫马太，今仔日咱读的是马太福音，但是毋知咱敢有人会记得，今仔日读的故事，若伫查经班内底，伫对一本册内底嘛捌读过，马可。几礼拜前尔吼，几礼拜前嘛有读到同款的即个故事，只不过伊内底所写的字眼有一寡无啥同款。伫咱今仔日所读的马太，若是用和合迄个台语的圣经，伊写讲去到伊的本城，耶稣落船过海去到伊的本城。但是，若是和合本伫马太福音内底，伊所写的是来到家己的城，啥物意思？啥物意思？是安怎伫遐讲耶稣来到家己的城，还是去到伊的本城？可能耶稣是遮的人，耶稣可能是遮的人，但是若伫马可福音内底，伊直接将即个城的名写出来，啥物名？加别王，加别王，伫马可福音内底直接将城的名写出来，叫做加别王。然后伫马太福音，咱今仔日若是和合本所写的，伊讲着讲到耶稣的面前。若是咱台语圣经来写的，伊讲有一个变水的倒伫铺仔里来就近伊，伊敢若写来就近。但是，若是伫马可福音，咱查经班读过，讲迄是一个啥物款的所在？厝内底。伊讲迄是伫厝内底，所以即个图你看到啥？顶悬好一空，然后有一寡人徛伫遮，有一个亲像倒的，一个穿白衫的，叫看卖穿白衫的亲像啥物人？你哪知？耶稣一定爱穿白衫嘛？敢若亲像伫足侪图内底，耶稣拢穿白衫吼。耶稣敢一定穿白衫吗？应该是无一定啦吼。但是足侪伫画家的目睭内底，耶稣亲像拢是穿白衫。所以即个图有可能就是就照马可福音内底所描写的，伫一个厝内底。然后，咱今仔日伫马太福音内底所读的，若是和合本的圣经，伊写有人；若是马可福音呢，伊写几个人？4个人。哇，这是无啥共款哦。但是平平拢是福音书，是安怎一个马太福音，一个马可福音，都有即款的差别。若是马太福音内底无安尼写，咱今仔日读的圣经内底，伊嘛无安尼写。伊敢若讲，光一个变水的倒伫铺仔里来就近伊，来就近耶稣。但是马可福音加写一项物件，就是拆啥货？拆厝顶，然后将迄个铺仔甲竖落去，就亲像即幅图内底所画的，挖一个坑落去。拢是两个马太福音、马可福音拢共款，拢有一个非常关键耶稣讲的字眼，就是。你会做啥？哇，这个是下罪的意思哦。你会做啥？但是这个人是对破病，是安怎爱红光啦？白行，红光来，敢一定是白行红光来吗？敢有可能无想要行？无想要行，所以红光来。可能啊，因为圣经无写遮济，但是处理的是耶稣伫即个中间，伊到底是医治也是赦罪？
这是迄当时因耶稣时代常常会当看见的厝。啊，即、个厝顶悬有成迄个古早古早三合院迄个厝顶吼，亲像迄个，我细汉，阮兜的头前，阁有迄个壁吼，是用牛屎固起来，泥土或那个迄个矮墙吼，是牛屎啊浇迄个绿菇糜，啊阁用迄个稻草啊落去用的。我感觉迄款的建筑，伫圣经内底所描写的，甲过去台湾所有的经验足共款的。啊，我细汉的时，我住的所在诚特别。阮住中吼，阮的左边是家畜医院，通常拢医狗啊，吼，拢是狗仔破病医狗。啊，那右边是猪寮兼饲鸡，厝的右边是猪寮兼饲鸡。啊，头前呢，要看卖，头拄甲恁讲着牛屎啊，有饲啥？牛。所以我拢感觉讲，我细汉住的所在，真回想起来，足像动物园啊。逐项拢有，啊，啥物味道拢有。因咧厝就亲像安尼，世界经啊。当耶稣伫迄内底时，有人带着一个变衰的、袂行的来到伊的面前。结果伫遐争论的是啥物？争论的是耶稣甲伊讲：你的罪赦。全有人伫迄个中间无欢喜，真受气，讲：什么人会当赦罪？什么人会当赦罪？啊，若是耶稣，敢会当医治人？伫咱台湾基督教宣教的历史内底，有一个人叫做马偕。马偕拄好是加拿大长老教会的一个宣教师。啊，即、个马偕真趣味。马偕伊宣传道的过程中间，建立真侪教会，但是啊，佫一个佫较特别的。伊除去传福音去做教会以外，伊阁做一项代志是，伊共看啥？看喙齿。伊共看喙齿。我甲你保证，伊绝对无白。伊绝对无亲像民谦考甲足辛苦的，嘛无亲像浸会考甲足辛苦的，伊绝对无白。但是是安怎伫迄个中间，伊要用共看喙齿。然后传福音的方式，因为真侪时人的艰苦，毋是干那一项；真侪时人的艰苦是身体艰苦，搁兼心内艰苦。有真侪时，你敢若解决人心内艰苦无够，那会当上好，着搁先煞爱解决人身体艰苦。我想耶稣嘛绝对知影人伫迄个中间所欠的是啥物。伊所欠的有可能毋是干那一个医治你的骹，互你会当行。伊有可能伫迄个中间，搁较重要的是耶稣看到伊心内的状况，知影伊欠亏可能毋是干那一项。但是啥物人会当医治人？啥物人会当赦免人？啥物人会当讲罪赦？什么人会当讲起来行？咱到底是需要医治，还是需要赦免？但是趣味的是，当耶稣甲伊讲你的罪赦，伊的结果是啥物？迄、个人安怎？爬起来行。耶稣甲伊讲起来，摕你的裤仔转去领导。迄、个人就起来。转倒落去。圣经伫即个中间，马太福音甲马可福音伫遮所记载的字眼，有一个所在无啥共款，就是当证人看到即个人爬起来了，伫马太福音内底，伊用畏惧；但是伫马可福音内底，伊用惊奇，其他的字眼拢共款。众人都畏惧，归荣耀与上帝。但是马可福音所写的是，众人都惊奇，归荣耀与上帝。然后马太甲马可各一个差别，就是马太福音伊讲畏惧，是因为他把这样的权柄赐给人；马可福音讲惊奇，是因为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。
我将马太福音甲马可福音甲伊放做伙，伫即个中间，互人看见，即个人伊看见耶稣所行的即个新业，其实也有畏惧，也有惊奇，因为其中所看的是有人看到耶稣的权柄，有的人看到讲，我从来毋捌看到有即种异地的代志，但是我要请问，即个人伊到底是需要下罪，还是即个人需要肉体的顶悬的异地？伊需要第一种，因为即两项伊所要异地的对象可能无相共款。当咱咧讲下罪时，有可能较属于心内底的下面；若是起来行，伊有可能讲的是肉体顶悬的欠缺。若是安尼，对着即个人，伊所欠的到底是啥？咱毋知影。咱袂知影讲，即个人伊到底是欠心的异地，还是欠肉体的异地？有可能伊是有心的问题，嘛有可能伊的肉体嘛有问题。我用红色的敢看有，红色的敢若看较袂清楚吼。伫遮有4种可能，我要甲咱大家来想看下。第一种，即个人。伊是心破病，伊的肉体也破病，敢有可能？我想这是足有可能的。有可能就是因为安尼，所以耶稣伫迄个中间，不只是爱伊起来行，伊嘛会讲爱伊下罪。但是差别伫对，一个破病真久的人，心想要维持健康，无啥容易。久长的破病。互人伫迄个中间心情不足。我想特别，若是对着一个原来身体真健康，啥物代志伊感觉伊拢会当做，伊勇甲亲像超人。有一日甲伊讲，你破病啊，你爱倒伫眠床。我想对伊来讲真艰苦，真歹伫迄个中间来调整。第二种情形，就是肉体破病，但是心无破病。即个肉体破病、心无破病是啥物意思？就是我的肉体，我的脚虽然袂行，但是我的心犹原足健康的。我在想，这个变衰的，是不是属于这款的人？安怎讲？假使一个破病真久，拢袂当行的人，伊有可能破病久全关伫厝里，全无爱出来。但是这个人真难得，若是照着马可福音，几个人去伊遐甲伊讲出来。是，意思就是讲，即个人伊虽然袂当行，伊真歹出门，但是伊伫迄个中间，伊既然还阁有4个好朋友，愿意伫伊欠缺时去看伊、帮赞伊，甚至阁甲伊讲出来。我想即个人无简单，我一直拢咧想象，即个经节内底到底要甲咱启示啥物货？敢有可能？敢有可能？圣经内底无写非常完整，但是敢有可能，即个破病的人，伊虽然身体破病袂行，但是伊犹原甲人有真好的交陪，伊的心犹原出去到伫外口，亲像鸟仔共款咧飞，敢有即种人？嘛是有。有的人伊伫肉体虽然衰弱。但是伊的心犹原真健康。至少我就捌看过，有人伫癌症、身体衰弱，然后伫剩无几口气的时，当有人去甲伊看，咱通常拢会安尼，伫咱艰苦的时去甲伊看，然后甲伊做伙祈祷，带伊祈祷，对不对？咱常常会安尼做。但是最后祈祷的是啥？祈祷的是迄个破病的人，因为伊犹原有真勇壮的心智，伊知影伊在创啥。伊人虽然肉体软弱，总是心内还阁有望，所以伊不只会当替人祈祷，伊阁会当伫伊身体软弱艰苦的中间替人祝福，阁会当一个一个替人祝福。我想即个人，伊有可能是即种的情形。
所以地教当四个朋友，马可福音写四个朋友，听到讲有耶稣来到伫加百农的时，即四个朋友全讲：我听讲哦，耶稣有经过呢，伊真正医好真侪人，我带你来耶稣的面前，请耶稣甲你医治好。假使情形真正是安尼，伊的肉体虽然软弱，总是伊的心无软弱的时，即内底咱会当看到有5个真有信心的人，想要伫迄个中间得到伊，感谢上帝的伟大。假使即个人嘅状况真正是安尼，我想耶稣对伊的赦免甲医治，互即5个人同齐看到上帝真好真水的见证伫因的生命中间。但是若另外一种情形呢？若是即个人袂行，是因为伊心破病，但是伊肉体无破病。什么意思？心内足软弱。我有够可怜，我足无力的，我的心脏拢无认真跳，喘气也无认真喘，所以我足无力的，我无法度出去，我无法度出去到外口，我无法度出去甲人讲话，我无法度来做你爱我做的代志。假使若是即种的情形，敢有可能？有，嘛是有可能，因为常常人会伫心内软弱来影响咱肉体软弱，所以实在是伊毋是心内，伊毋是肉体的问题，伊是心内问题。地教伊无法度面对伊的生命，无法度面对伊的人生。我迄阵伫鸟城教会牧会时，捌有一个阿嬷，迄个阿嬷基本上足古锥的。阿嬷其实住伫屏东，但是伊有一个囡仔住伫高雄，住伫阮鸟城遐，所以伊住伫金埔啦，毋是鸟城，住伫金埔，所以伊会来做礼拜。但是足趣味的是，即个阿嬷平常时来拢真欢喜，伊拢叫因囝开车甲伊载到巷仔口，然后伊家己行入来，伊拢无互，无要互载入来就对啦，伊拢家己行。后来我才知影，原来迄只车收过大车，阮教会巷仔收细条，所以迄只车有较大车歹入来，安尼听有意思啦吼。敢听有啦吼，听有意思啦吼，迄车较大车开袂入来。结有一摆，对迄摆开始连续规个月，伊来教会拢袂穿，咱甲问吼，伊拢毋讲。伊拢甲咱吐气，唉，就安尼啊，就安尼。我毋知影你若听到人吐气，你有啥物款的感觉？心情歹的人听到人吐气，心情阁愈歹。若心情好的人呢，听到人吐气，我看嘛欢喜袂起来。唉，就安尼啦。所以连续几啊礼拜来拢安尼，一直到第3礼拜、第4礼拜，挡袂牢。全敲电话去因兜，要甲伊问讲吼，阿嬷你到底咧吐气啥？因为伊拢无要讲，结果迄摆敲伊是因囝接的电话。其实我毋捌因囝，我毋捌看过，因囝无来阮遮礼拜，我毋知影因囝敢有去礼拜，但是我毋捌因囝。结果我就甲讲，阮最近阮以前看阿嬷拢真欢喜，是安那阿嬷最近若来教会拢一直咧吐气啊。伊破病哟，叫因囝讲无咧，无破病咧。我讲无，伊是心内艰苦哟，还是安怎？是发生啥物代志？无咧，拢无咧。无啥，咱最近拢一直吐气。结果因囝嘛毋知呢，因囝嘛毋知影伊妈妈是安那一直吐气。最后全讲，无敢会是伊股票了钱啊？股票了钱，所以互伊心情足无好。结果换因囝去问因妈妈，问讲吼，较伊牧师敲电话来讲你教会拢安尼定定吐气啦，最近拢定定吐气是安怎？教会阿妈就了钱啦，无趁钱了钱啦，所以吼人拢无力啦，规身躯拢无力啦，
啊骹无力袂行，手无力袂起，心情无好袂食。亲爱兄弟，你的心若无健康，你的心若无快活，有时含咱的状体嘛快活袂起来。结果后来，迄个因囝佮敲电话转来甲我讲，牧师啊，你免烦恼迄啦，迄了迄哦，毋正钱啦，小钱尔，迄拢伊家己咧佚佗的啊，迄毋是啥物大代志啦。问题是影响阿嬷的心情真济。亲爱的兄弟，你敢是即种人？你的心亲像竹软食破的，但是事实上你的身体无安怎。假使若是，感谢上帝的恩典，因为上帝通过主耶稣基督，伫即个故事内底，互咱看见，伊看见即个人肉体亲像软弱，总是主耶稣甲伊讲啥？你的罪赦。咱来到伫上帝的面前，就是要将遮个重担一切拢放伫伊的面前。啊，若是第四种情形呢？心也无破病，肉体也无破病。啊，若是即个人心也无破病，肉体也无破病，是安那伊需要死的朋友，甲伊扛来到耶稣的面前。敢有人有相像的答案？假使即个人心也无破病，肉体也无破病，是安那伊需要人甲扛来？啊，佫足趣味哦！当人甲扛来放伫耶稣的面前，足侪人伫遐咧看。结果伊看到文士甲耶稣伫遐咧争辩，啊，你是啥物人才会当赦罪？啊，耶稣佫甲伊问讲，啊是赦罪较容易，啊是医治较容易，啊是叫伊起来行较容易？对一个较容易？赦罪较容易，啊是叫伊起来行较容易？对一个较容易？赦罪较简单讲啊，因为看无嘛。啊，医治互伊起来行较困难啊。因若袂行的，就是袂行。但是即个人吼，佫真趣味呢。当伊看听见耶稣甲即个人伫遐咧争论的时，耶稣雄雄发过来甲讲：起来，起来行，摕你的仆仔转去恁兜。那我咧想，即个人若是心也无破病，肉体也无破病，伊可能假。所以伊伫迄个中间看到耶稣甲人伫遐咧争论，讲伊会行也袂行的时候，真烦恼，心内一直咧带。哇，较会真正，我叫我朋友毋通甲我带来，伊真正就甲我带来。哦，我已经过10年啊，破病加破病加10年啊，啊来到遮全加袂落。耶稣就甲伊讲：起来，摕你的仆仔起来行。好，耶稣叫我起来行，紧个物件款款会紧走，敢有可能？我毋知，因为有时啊，我是人，看到咱的世界，有时会用虚假来做骗、做怪，但是伫即个中间，有一个更较水的角度来想今仔日咱所读的即个问题。假使今仔日无论咱是身体破病，还是肉体破病，还是身体破病、肉体无破病、肉体破病、心体无破病，不管你啥物种情形，反正有一个你破病的时，你敢有期待会当得到亲像即款的好朋友，会当陪你、带你，互你家己无法度、无气力的时，将你带来到伫耶稣的面前。我想咱真珍惜即款的情形。假使咱的人生有即款的朋友，夫复何求？人生假使若会当有好的朋友，会当三甲斗阵，会当行一世人，互相扶持。我想迄是一个真水的画面。但是，你要有好朋友真正，先问咱家己是毋是别人的好朋友。伫咱要得到咱的朋友伸手甲咱帮助的时，先问咱家己是毋是嘛有愿意伸手帮助人？有的人咧问讲，世间啥物会是幸福？幸福毋是你
会当叫偌济人，毋是你身躯边有偌济人，毋是你会当叫偌济人，你可以左右多少人，而是有多少人在你左右。有时人的幸福，是因为有真济同伴；有时人无法度幸福，是因为家己受过孤单。有人甲无人，孤单甲无孤单，伊的差别伫倒？我想对真侪人来讲，有可能就是你会做人，你是怎样款待人？你怎样甲人你甲人安怎行去？你怎样甲人交流？伫今仔日即个故事内底，有一个上界重要的，就是假使即个人伊破病，是因为伊身体破病，但是心内依然健康的时，或遮个人愿意去到伊的所在，成做伊的朋友。我想，这是上界难得，值得咱来学习。因为伊就算伫身体软弱的中间，犹原伫遐对人有真好的款待。但是来另外一方面，假使即个人是心内也破病，肉体也破病，总是却有一世的朋友，愿意成做伊的好朋友，愿意伫伊软弱欠缺，知影伊无法度家己爬起来时，甚至无法度甲人好好交陪时，伊无法度送人物件，无法度物件互人，无法度敲电话共请安问好。伫即款的情形下底，犹原愿意来到伫伊的厝，将伊带来到耶稣的面前。那安尼，一世的朋友，真正是伊至好的朋友。到底啥物会是幸福？今仔日咱真侪人来到伫即个所在，对台湾来到加拿大，咱追求一个更较好的生活。为着囡仔超找一个更较好的教育，甚至为伊创造一个更较好的机会，总是有时伫即个中间，反倒互咱家己感觉着孤单，是安那孤单，是安那伫迄个中间，咱真尽力咧超找咧跑走，反倒伫遐无法度会当有真久长真好的朋友。那安尼，人生到底啥物会是幸福？什么会才是咱一生所超找的幸福？我的同学传短短文章，咱做伙来看。伊讲啥？伊讲有钱毋是幸福，这才是幸福。你看到啥？你看到啥？毋是看钱仔啦，敢若看到钱仔，讲到钱仔拢醒起来啊！毋是爱你看钱仔，看倒边的字。你穷，有人跟着你；你病，有人照顾你；你冷，有人抱着你；你哭，有人安慰你；你老，有人伴着你；你错，有人包容你；你累，有人心疼你。这叫做幸福啊！敢有同意？假使人生会当有即款的朋友，有即款的知己，有即款的同伴来做伙行一世人的话，做伙落鼎去互煮食，拢甘愿啊！我想人生内底咱所欠缺的，就是伫咱面对人生难处的时，咱要安怎来承担？要安怎伫咱有钱，你若有钱，有人愿意对你，搁较济你拢袂烦恼。但是若无钱呢，搁有人愿意对你，甲你三分钱。我想这才是真正人生的幸福。假使你若健康，会当游山玩水，总是伫你艰苦破病时，有人愿意停落来，甲你相照顾。我想，迄是一个足无共款的感受。
假使有人伫真冷的时，有人愿意伸手甲你人做伙，伫寒冷的中间，互相会当得到温暖。我想，迄才是咱今仔日人生真正有价值的幸福。亲爱的兄弟，你有找到你的幸福无？什么人是你的幸福？什么物件真做咱的幸福？是伫什么所在会当真做幸福？即五只钱仔，怎样煮的？我若无记唔对，这应该是主日学去遐有一个研习会，伫遐煮的。啊，迄阵看到伊资料吼，迄五只钱仔摆做伙，我全翕着，全甲即个翕。当然，要成做好朋友的意思，毋是讲咱着爱同齐做伙死，毋是迄个意思。但是伫遮拄好甲即个文字放做伙时，假使人生真正有无法度选择的时，我愿意甲我的兄弟做伙伫即个中间三甲来承担。亲爱的兄弟，这才是幸福。若是对今仔日咱所读的经章，即个变碎的，伊敢有得到伊的幸福？敢有？若是对今仔日咱所读的即个故事，即个变碎的袂行的，伊敢有得到伊人生的幸福？你感觉有诶，请举手。哦，有诶原因是啥物话？有4个好朋友吗？啊，是因为伊会做事，啊是因为伊会行？拢有。我想对着即个变碎的，伊的人生敢有真正得到福气？老实讲，我毋知。因为若是通过咱头拄仔所看的，即4个状况内底，其中有一个是你心也无破病，肉体也无破病，你是啥？假时，哇！安尼即个变碎的，伊爱安怎？伊对伊的人生已经无任何借口来可怜家己。意思就是，伊爱甲正常的人共款，做伙去面对生命的重担。我毋知影这敢是伊心所期待的，但是对着真侪人来讲，咱将咱人生所行艰苦的路，会用咱人生所有的缺点来讲，啊，我就是无够悬，所以我徛袂着啊。我就是无够勇，所以我走袂去啊。我就是身体软弱，所以我心内就无法度勇壮啊。但是当即个变碎的，互主耶稣伫遐医治赦免的时，伊无阁有任何借口来可怜家己。但是伊有4个好朋友来成做伊的气力，甲伊三角来面对生命的难处。伊可能对迄阵受医治开始，伊爱出去趁食，伊爱去工作，伊爱亲像一个正常人共款，爱伫伊人生爱流出血汗，毋是伫遐坐咧、倒咧就有通食。伊爱开始去面对伊人生的难处。但是即个变碎的，伊的人生到底有欢喜无？有快乐无？上界主要的问题，也就是出伫伊心内的态度。伊用什么款的态度在面对伊的人生？伊是用任何所有一切可能来可怜家己，所以我无法度，还是因为安尼，伊重新去找到伊所要拍拼的机会甲福利？我毋知，但是我知影的一点就是，今仔日，咱的人生若要有幸福甲价值，就爱去结果子。因为人生，互咱上界感觉有成就的，毋是你趁偌济钱；互咱上界有成就的，是咱伫咱的人生会当结偌济果子。你所结的果子是甚物款的果子？我毋知，有可能是服侍的果子，有可能是突破自我的果子，
有可能是因为你伫人生的改变，互你即个人生命完全无共款的结果子。你嘛有可能是带人信主来到伫上帝面前，你得结一个传福音的好果子。但是我知影，今仔日咱伫即内底，咱三甲用听来交陪，来互相款待的时，咱的生命爱亲像这四个好朋友，也是即个变水的，互相伫人软弱的时，扶持帮助。用基督的听，诚做咱结连的中心点。亲爱的兄弟，假使若有人问你，你有幸福无？你的幸福在哪里？你要用什么话来算销你的幸福？你要用什么话来诚做你的欢喜？是用你的金山银山？也是用你有几个好朋友来算销，愿咱每一个人伫上帝面前，拢通愿意诚做兄弟的兄弟，朋友的好朋友。愿咱伫教会内底，咱所行所做，拢通得上帝的欢喜。咱三个来祈祷。听阮的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的恩典，感谢你听阮。互阮三甲来到伫你的圣所，阮不只是要来敬拜你，恳求你赦免阮的罪，医治阮的欠缺，也要伫即个中间，互阮看见，阮有真济通扶持阮的兄弟姊妹伫教会内底，逐个诚做兄弟的兄弟，朋友的朋友。主，只有你是阮至好的朋友，阮愿意将阮所有一切的重担交托写伫你的面前，阮愿意将阮所有一切的软弱摆列伫你的面前，求你好款待阮。阮愿意甲你三甲坐倒，三甲恳求，三甲用你的气力，诚做阮人生的气力。主啊，愿阮伫遮所摆列的，通得你欢喜。愿阮伫你的面前要来下愿，阮要诚做阮朋友的好朋友。安尼祈祷感恩。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。